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。就亲像我顶礼拜其实一开始我就有讲过，咱的圣歌队其实毋是咧表演，伊是咧带咱做伙敬拜。所以当咱做伙咧听因吟的时阵，就亲像顶礼拜咱会当领受到伫无共款的献诗内底，迄种定住伫十字架的祈祷以外，今仔日咱也详细会当听到因带咱，着行入每一个人性命有可能所拄着的困难，甲崎岖的路。总是虽然安尼，做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知影。虽然咱性命会行入黑暗的时，总是咱确信有上帝一路的引带，所以愿上帝帮助扶持，透过伊引带咱的敬拜，互咱亲像咧行人生的这条路共款。虽然有黑暗的时，总是上帝嘛伫黑暗中带咱经过。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你知阮的软弱甲欠缺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帮助阮，互阮伫阮生命中困难的时，你就要甲阮做伙伫地。是阮有困难，甚至阮亲像落入黑暗的深渊，总是上帝你的手就甲阮做伙伫地，伫困难中，你会帮助阮一路引带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1955年，但是大概就是距离现在71年前，美国的南方阿拉巴马州有一个所在叫做蒙哥马利，当时市内公车有迄个种族隔离的法规甲法令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当时的巴士是安尼，当时因市内坐巴士头前4排是白人坐。黑人袂当坐，简单来讲是安尼，头前4排，然后后壁，所以黑人只会当上车了、上巴士了，只会当客去后壁，头前4排就是白人爱坐。然后若头前4排白人若坐满，然后后壁迄排就爱佫有白人起来，后壁迄排就爱黑人就爱徛起来让位，简单来讲是安尼。1955年12月1号，实际上这项代志已经伫阿拉巴马州已经推行真久的时间。12月1号当年的12月1号，有一位叫做罗莎帕克斯的女士，经过一天的做工了后，伊真野性的身躯就上巴士，想要转去因兜。当时迄天下晡时，全巴士差不多要满位，只有剩白人专用区伫头4排的后壁迄排第5排有空位，罗莎就坐落来。迄排4个人当时拢是黑人，陆陆续续有人上车，有人落车，因为过了站，然后。突然间，迄个白人坐头4排拢坐满，阁有一个白人上车的时阵，迄个司机就命令后一排的黑人：“起来哦，让位哦。”所以坐伫罗莎身躯边3个黑人拢爬起来，就要让互这个白人。
总是迄时阵罗莎毋知安怎，伊拒绝爬起来。迄座位明明有4个人，是安怎4个黑人爱让一个白人坐？所以上尾迄天是安怎？迄天后来司机就报警察，警察就将罗莎抓入去审问，然后告伊违反市政府的公车条例。一开始是有一个协会咧帮赞罗莎，后来因就讲你爱去找咱的社区的宗教领袖，所以因为安尼才找到马丁路德金恩。当时马丁路德金恩牧师拄来到因的社区来服务，伊上少年，所以上无包袱。然后村呢，这年长的牧者，拢将这个歹空的，就撒互伊，讲你爱去帮赞这个人。所以马丁路德金恩不得已，伊拄对真好的神学院毕业，也拄要开始伊的牧者生涯，伊真不得已。接到这个任务，然后伫迄天，伊呼吁大家继续来卖坐公车，对因发起一个运动啦，卖坐公车，无坐公车袂犯法吧？对无？无嘛吼，你著卖坐公车就好啊嘛吼。总是迄时阵，迄个这个市内的巴士差不多坐公车的人。7成是黑人啊！简单来讲，因呼吁黑人莫坐公车，你个规气用行去做工课就好啊吼。所以因呼吁一个代志叫做莫坐公车啦。莫坐公车嘛袂犯法嘛，对无？所以因呼吁这样代志，伊讲邀请大家继续莫坐公车，直到甲政府谈判来成功。为止，成功为止就是至少你莫叫阮迄个第5排，你爱留互阮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啊，第5排以后你爱留互阮嘛吼，至少爱安尼。不过这是马丁路德金恩牧师无合作的运动的起点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信徒呼吁。伊的牧师爱来牧养因，为因发声来开始的。马丁路德金恩伫这个第一遍，伊讲话对公众讲话，呼吁因莫坐公车的时，伊是安尼讲：伊讲咱需要将上帝放伫头前，互咱伫这所有的行动内底，拢活出基督徒。的样相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一开始这个运动是教会行动，后来才是真做社会美国社会运动。然后这场无合作运动其实是改变美国近代历史。我相信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是上帝百姓呼求需要开始，才会真做成就这场美国近代历史改变上关键的所在。这就更加亲像咱今仔所读到的经节，当上帝呼召摩西讲。你爱去带伊的百姓出埃及的时，摩西讲：上帝啊，我算啥物？然后上帝是安尼对伊讲的，上帝对伊讲：我会，咱做伙来读出来记第3章12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讲：我会甲你同在，这是我派你去的证据。
你带我的子民对埃及出来了后，恁就来这个山敬拜上帝。所以上帝讲啊，摩西所领到的证据，只有上帝为保证，对无？伊讲要甲伊做伙伫地同在，总是要安怎带以色列人出来入来？这就亲像亚伯兰出赫兰，只有凭信心才会当到。摩西甲以色列人对上帝信心的考验，也需要安尼。对遐个只想要用敬拜，就会当换到部分好处的其他神明，这位上帝上大，甲人甲神其他的神明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伊记得属伊的百姓的痛苦，伊应允遐个属伊的百姓的人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。总是伊上时髦要求，因爱将一切献上，甲伊建立关系，对伊有深入甲绝对的信心。所以这样代志某一个部分，对上帝来看，也是看即群人的信心。因为安尼，所以当摩西摕到以色列百姓的信任了后，出埃及第5章的第1节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后来摩西甲亚伦去见埃及王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着互我的子民去旷野守节敬拜我。上帝安尼讲，这是旧约内底标准先知讲话模式。摩西，所以对安尼来证明，摩西就是上帝呼召第一位摩西。因为希伯来文的先知拿比就是受呼召的呼叫者。我搁讲一遍，拿比，咱对圣经来看，先知什么会叫先知？拿比就是受呼召的呼叫者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摩西是圣经记载第一位受上帝呼召去对法老呼叫的人，安尼叫做拿比。这对圣经内底真清楚，希伯来文就是安尼的表达。那安尼，遮咱有一个疑问，其实历来拢有人有疑问。要看到法老真简单嘛？一个去就会当随看到法老。简单来讲，先来讲咧讲，摩西伫宫廷埃及的宫廷大汉，伊知影宫廷是安怎运作，所以伊若讲到有神要带信息互法老，应该有法度。总是后壁咱阁有发现，阁有人直接去记着法老，是安怎？咱等下到遐，咱还阁来讲。虽然上帝捌透露讲法老的心意。总是这时的摩西可能也未意识到这个任务的困难，毕竟伊过去烦恼，咱爱知影伊一直烦恼，所以伊一直拒绝上帝的呼召。对创世纪第3章开始就是安尼，伊烦恼的代志拢无成真来啊，上帝拢互伊一路跟今仔讲游戏打怪吼，一路安尼改成拢好势，安全来到遮。所以摩西第一遍到法老进前，就直接照上帝话命令王：你爱放我的子民离开，互因去到旷野守节敬拜。虽然当时埃及，咱今仔日读到埃及的批卷，当时用批所写的批卷内底，确实有记载，
有一寡法老会放伊的做工的人宗教的假期，用阮因去敬拜神，短一礼拜，长有到8到14天。正是上未到的，是王对摩西所讲的话的回应。出来记第5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王讲：上主是啥人？我哪着听伊的话，互以色列人离开。我毋捌伊，也嘛毋准以色列人离开。新亚甲是安尼讲，新亚甲讲，伊出来记所记载的征战，毋是以色列人甲法老，嘛毋是摩西甲法老，是以色列的上帝甲法老中间的征战。检采摩西直接的表明，有可能互法老受气，因为一开始法老是因为惊。咱来知影出来记第1章，法老是惊即群人施用真多。咱知影出来记第1章第7节咧讲，即群人施用真多，就亲像创世记一开始咧讲的，迄个上帝爱人的款式，迄个施用真多。所以法老就惊讲，施用真多，等下人比阮较多咧，所以才开始推动。掠因做奴才，甚至开始推动要灭这个族群的计划。所以，大部分的先人家认为，这时的法老并无表示伊对这群人的上帝完全无了解，毋是哦吼。这时的法老已经小可知影，这群人的上帝可能有。真厉害的所在，伊是借着好人上帝主权来否决即群以色列人自由敬拜的权利。王佮安尼讲，我毋捌上帝，佮较显出伊的心意。伊甚至安尼讲，我何必听？我哪着听伊的话？伫法老的心内底，伊做埃及的王，跟他神的埃及神。伫埃及就亲像神，互人敬拜，所以埃及这个神拢伫伊的手下面。伊要安怎就安怎，伊毋捌上帝，就表示伊袂听上帝话甲命令。出来记第5章第3节刷落去，摩西甲亚伦。佮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西甲亚伦讲：希伯来人的上帝对阮显现，请互阮行3日的路程去旷野，上主阮的上帝献祭，才免伊用瘟疫甲刀剑伤害阮。因为法老即时真强硬，所以摩西改用较平缓。的语气，搁一遍提出因的要求。新亚家咧对咱讲，瘟疫甲刀剑是旧约惯用的语句，用来象征上帝的审判。所以摩西甲亚伦的请求是安尼讲：王啊，你爱放阮啊！无上帝用瘟疫甲战争，阮受气。稳重的意思是啥物货？到时你嘛包含在内，听有意思无？稳重的意思是安尼哦，上帝咧对阮受气但是瘟疫甲刀剑无咧看人的啦，无咧看人的，所以来到时你嘛在内啊。当然，这详时嘛有个。刷落去上帝迄个受气所要带来的灾难。出来记第5章第4节到第5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埃及王甲因讲：摩西亚伦，恁是安怎叫这个百姓莫做工？
转去做工。埃及王佮讲，现在这个民族人遮多，恁既然叫因停工，这段话其实历来其实就有草本顶头的差别。现代中文译本是犯罪，这个民族比埃及人更较多。真的是现代中文译本是顶一个草本撒玛利亚草本来的。透过安尼来凸显法老对即群人生养真多的惊吓。咱来知影生养真多，有当时啊是欢喜对无？咱应该是看做欢喜啊对啊。结果有人感觉迄个是惊，互人会惊。好啊，本是安尼翻译，看即地的以色列人打遮多。事实上，只有住伫高山这个所在的以色列人，人口绝对无可能较侪过埃及人。然后原文其实无以色列人这个字，新学家认为讲会当称法老伫遮所讲的叫做即群农夫或是贱民，所以第5节会当翻译做看。打即群贱民遮尔多，恁既然阁叫因放下因的担，出记第5章第6节到第9节，刷落去是安尼讲的。做伙来读，这段经节较长吼，做伙来读来。迄阵埃及王命令埃及的督工甲以色列的工头讲。恁莫阁亲像以前款袂过，互即个百姓做庄仔，袂过，互因家己去刻，着要求因做甲以前同款数目的庄仔，连一块也袂减值，因分大，所以大声要求要出去因的上帝献祭。着互遮个人做较重的工作，互因添加袂去听人使弄。哦，台语真特别啦！吼，迄使弄其实是小可伫旁边迄煽风点火的艺术啦。然后使弄，咱等下会当随上原文其实有搁较深的意思。咱来知影出来，记内底有2个法老。第一个法老要杀摩西，后来死，会记一摆？哦，第一个法老要杀摩西，要杀摩西，迄个法老是因为安怎？因惊啊，伊真惊，即群人吼生真多，想尽办法想要减少因人口的数量。第二个法老就是即摆咱读到的即个法老，小看无共款，伊想要利用即群。恁既然加真侪百姓来当作提供全埃及的生产力，即群人可会当利用因来维持家己权力的工具。咱知影，古早即个做砖头起城，迄个是啥物意思哦？吼，就是保护住伫内底的人嘛，对吧？但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。迄个是咧维持王的权力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一块小小的砖仔角，安尼慢慢起起来的过程，其实是咧维持，就是维护王的权力。所以伊毋法老毋歹款待即群人，王要照着摩西的话受气，加互即群以色列人更较重的担，无要互因做庄仔的草稿，却要求交共款数量的庄仔。实际上，现在咱若去巴黎的罗浮宫内底，咱阁会当
看到当藏伫内底埃及的花冠顶头，是写着记载当时工人所交砖仔的记录。这摆咱搁读会着，搁看会着就对啊。简单来讲是安尼。古早埃及的砖仔角是用水过，即个水过着迄个土沙，然后加上迄个豆角，加上豆角了，用迄个茶吼，用茶来底互湿，然后上尾是用拍的，日拍就是烘哦，所以因有当时有迄个烘互搭来做成成的。当时做工的人，即摆现在佫读会到迄个记录，工作的环境真恶劣，需要忍受真悬的温度加蚊仔咬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自古以来，这个自我中心的独裁者，为着要保持伊得到的利益，因看到别人会要求只会指责讲恁笨蛋，就亲像法老共款，然后这个反应是啥？恁笨蛋，恁也来抗议，恁笨蛋，所以伊个加互因重大，完全无考虑到宗教自由甲人性的尊严。第90号啊，本是翻译做叫因落落，无听虚假的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法老认为摩西所带来上帝的话是虚假的，用安尼做理由要加重以色列人的落落甲痛苦。有神学家认为，这有一派神学家认为这是法老调工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调工要互摩西甲以色列百姓中间产生分裂，调工的是检测这是法老的政治手段，因为这群原本伫黑暗受压迫内底以色列人，因为摩西出现，有一寡希望，所以法老就指摩西讲你讲白贼，佮调工讲恁呼求的宗教假期是因为笨蛋。咱爱知影，以色列人确实呼求，总是因为因受奴隶，伫暗暝所发出来的啼哭哀叫。咱来参考出来记第2章23节，伫遐原文的意思就是海惨啊！海惨的意思就是咧受压迫的时，黑暗中讲袂出话，迄种的呼求，总是伫法老的眼中，因是贱民，因阁是我的生产工具，不配得到休困甲敬拜的自由。因发怨言，我要用更较大的镇压，叫因听话。咱爱知影草仔稞是当时庄仔角要成做庄仔角要紧的工具，就是互规地庄仔角会当连调的成型关键的因素。所以出来记第5章12节到13节刷落去是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色列人就四散去埃及全地，捡麦长的头代替麦果。督工压迫因讲，恁逐日交出来的砖仔的数目，就甲有互恁麦果的时相款。所以减这个麦果，互即群人哀爸叫母啊！以色列的这个工头，因为安尼受到鞭挞，所以刷落才会发生这项代志。出来记第5章15节到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色列的工头就来甲
埃及王哀求讲：你是安怎安尼对待阮？督工无卖过互阮，佮要求阮着交上款数目的庄仔，阮互人拍，拢是恁埃及人的毋对，绝对毋是咧指恁埃及人，毋是指法老毋对吼，绝对是指迄个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是啥物话？换一句话因叫做越级投诉啦，听有意思无？我就去找迄个上悬的，所以事实上，即群以色列的头人认为，误认为即群埃及的督工假传圣旨啊，想袂到法老亲自确认，这就是伊下的命令。咱爱知影，确实有文献记载，伫古埃及的第19王朝，就是大概主前12世纪的时，努力的工头跳过埃及的督工，直接法老来上诉，确实有即款的记录哦。所以，请毋通掠做这是假的，确实有即款的记录。总是当以色列的这个领班、这个工头知影是法老亲自确定下命令的，因就知影代志大条。当因对王遐出来，摩西甲阿伦拄咧等待因交涉的结果。出来记第5章21节，刷的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就甲摩西甲阿伦讲：愿上帝监察甲恁刑罚，因为恁害阮互埃及王甲伊的人神怨气，互因有理由害阮。咱来知影以色列这工头的话对摩西阿伦无公平，因为摩西还未出现的时，法老已经怨恨以色列人，总是以色列人因当时可能无啥知影，已经怨恨，已经惊以色列人啊，总是因拢毋知影，甚至法老也已经实施迄个灭族的计划，因为当连摩西出世的时阵，拢差一点啊，就受到遭害，所以伊个甲无将倒交伫埃及人的手中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对头到尾拢是法老，对头到尾拢是法老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摩西伊诚做上帝所呼召的先知，伊这时其实是真勇敢，就直接面对法老，直接讲上帝的心意，放我的子民来离开。这位上帝请这群伫埃及做奴才。即群已经袂记起家己先祖上帝，甲家己的上帝的人，做伊的子民，这个表示这样代志，这个表示这位自有拥有无受控制的上帝，对伊子民信息的听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事实嘛咧对咱讲，当咱诚做伊的子民。就无法度拒绝伊伫咱生活以外，因为甚至咱已经将伊放袂记实，伊还会记实咱。然后咱会当亲像亚伯拉罕甲摩西甲伊安尼讨价还价，咱来知影亚伯拉罕。伊个刷落来的摩西，咱会读到；伫出来记，咱会读到。甲上帝盘烂来。总是虽然安尼，这位自有拥有的上帝，
凡事照伊旨意话语来行。所以咱袂当用咱的祈祷讲要来控制伊，就是因为上帝无法度控制伊，才是真正的信实可靠。总是对即群因家己感觉上帝跟啊长时间已经伫因生命中欠缺的上帝，即群百姓来讲，爱因相信并且信任一位看袂见、无法度控制的上帝，绝对毋是3天2暝就会当达成。无怪即时因会埋怨摩西甲上帝，总是这表示摩西已经失败了吗？是告诉摩西啦，对这个时阵就放弃，就亲像第一遍伊拄着困难共款就逃走，毋愿继续用信心坚持，确实是失败。总是事实证明，这只是一时，因为摩西只是无啥共款的，伊无啥共款的是啥物货？无啥共款的是，只是摩西手中有上帝的管，甲过去无共款啊吼，总是歹势。迄个人若无上帝的管，迄个人嘛是幽怨软弱软正的人。总是即时的摩西无共款，只有一项，有可能伊年纪较大，即时的摩西总是更较要紧的是，伊手中有上帝的管。总是这整个的现象，更较凸显的是法老心硬，伊毋愿听摩西亚伦所代表百姓的声，甚至伊藐视上帝的主权。新亚家认为刷落去出来，记第6章到11章，咱刷落去所读到的，其实是上帝对法老即时的心意所做出来的回应。所以咱刷落去读到，拢会读到上帝对法老的反应，即时的反应。现代咱的科技真进步。就亲像我咧做 PPT 共款，我写讲道片写了，我牵入去 PPT 大概1-2分钟哦，可能免吼，5分钟啦吼，5分钟就做出来，真厉害，完全无法度想象过去会当安尼完成，虽然佫需要改，总是。这科技的进步，时常互现代人误会，掠做吼，咱即摆人有够厉害，高举人造工程的技术，所以不管是人所做，咱若现在所做的，以及未来咱所看到的，不管是三峡的中国三峡的迄个。水库，或是台湾所做的环管公路，甚至是刷来要开始的淡江大桥，当起做完成，拢是有人，拢听到有人会学了讲，人一定会赢天，人定胜天，这话。虽上人会赢天。这个话，后来真正有做伫台湾这个岛树顶头，真正有做一个牌啊。因为伫台湾东部海华山的第11线，挖进花莲要落去到台东的路林，挖进石门这个所在，就捌踩一块人定胜天的牌啊，石牌啊。因为伫这个所在，海花拢是石头，真歹开路，所以第11线咧开路的时，是当地阿美族的青年用迄个真正是安尼
真辛苦来开垦，将迄个大石头真正弄做一个洞，安尼穿做路来经过。所以因当时就采一块石牌，讲人一定赢天。总是2005年有一个强烈的台风，叫做苏迪娜，来到台湾的时阵，经过了这块碑就无去啊。所以咱即摆看，今日咱看到历史的记录，无法度看到这块石碑，因为咱即摆去石门看无到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无需要过头高举人，因为特别当人搁那完成真厉害的代志，特别人搁那真有权威、真厉害、真巧。迄时就爱真细致，家己是毋是心硬固执。当咱毋愿听上帝话时，检采就是上帝审判要到，要将所有咱认知的一切来反转的时阵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因为你知有时阵阮过头掠家己的厉害，过头掠家己的主见，毋认你，所以阮会发出疑问，讲上帝你是甚物人？主求你怜悯阮，因为阮知你是阮的主。当阮嘴承认你是阮的主的时，就表示阮愿意降服伫你的话，你圣神引出来内底。我嘛相信，伫这个世间所发生的做一切，真侪其实是人固执心硬所造成的。主求你也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真正降服伫你的话内底，帮助阮知这个世间罪恶的现象，其实是人的心硬所造成的。求你怜悯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